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臭奶呆，台语安尼写，臭奶呆。乳臭未干，讲话发音不清楚，台语讲臭奶呆。讲囡仔专属的电视台主持人，拢有一种可爱佮特殊的臭奶呆的腔口，特别会请幼囡仔注意。啊，讲有一寡查某囡仔讲话调工结迄个臭奶呆声，有人话好，有人讲啊听着会冰白。一两岁幼囡仔，先开始学讲话，假字发音较袂清楚，讲话拢安尼臭奶呆臭奶呆。听囡仔讲话臭奶呆是真古锥，也毋过若到3、4岁，讲话要真臭奶呆，这恐惊是有严重的发音的问题，都要特别注意咯。上好带去予医生看，看是毋是有听力，或者是儿童个音障碍。儿童个音障碍就是一般咧讲的臭奶呆，只要经过适当的语言的治疗，这臭奶呆是会当完全改善。啊，臭奶呆的奶喊奶，婴儿白白嫩嫩、碰皮碰皮，就是喊奶。迄个婴仔真喊奶、真碰皮、真古锥。啊，那奶母车就是婴儿车，牛奶嘴啊就是奶嘴。红婴仔坐伫个奶母车。数牛奶嘴啊，数甲是说叫。先煞讲一个女性的胸罩内衣，台语讲零配啊，嘛会当讲外来语不辣食。今仔日的台语字臭奶呆，实在真趣味。